立法院今日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，民进党立委做伙白民主医师头大发口号，要对抗南白两党的立委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是继续主持议会。目前南白两党做伙提案的立法院集权刑事法第25条表示，国会规定上档会当发到20班，含29条、29条之一的立法院强化人事同意权相关内容，拢已经结束啊。韩国瑜也宣布讲，这暗时6:40要继续开会。伫立法院外口有真侪民间团体是呼吁民众爱去到现场，甲这南白两党的这个国会三法推倒转去，抗击南白两党不守民主。为什么不敢站在这里跟大家讨论？一体白民主医师的头家，民进党立委控诉南白联手危险乱政台湾相关化，欢迎立委继续审国会改革五法，国民党团放话要完成3所三读通过。国会会赞成者多数。那立法省议事攻防，面对南白有人数优势，佮用亚洲表决，连夜一直落败积极在亚做票，用点名表决、中府表决专案中府审查团议事要求法案退回重审。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，517国会相拍，互全世界无看到台湾的真善美。老总统正拄啊就任，国会就发生冲突，安怎交代？新总统昨天就职，今天是第2天。如果我们立法院再发生冲突，我们怎么交代？韩国瑜几夜摆召开调解协商，也过破局，针对南白提出的立法院集权刑事法第25条，命令官员未当反击顺定，表示国会罪行会议相当会当罚20万罚款。甲第29条、29条之一的立法院强化人事同意权相关内容，拢伫投表决通过，下到进行到第30条审查时，韩国瑜宣布休困，暗时6:40分继续开会，会审到暗时12点。我现在看到黄国昌躲在国民党后面。善笑群众，露出轻蔑的笑。今天在这个议场，我们会留下见证，蓝白两党怎么2整国会，根本不愿意让阳光进入国会，所以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，对于民进党来讲，就是用所有可能技术杯葛。国民党团强调，若无都完成3读，也拜好24、拜5继续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